阿嬷的菜色料理。阿公上喜欢食阿嬷煮的料理，嘛喜欢看阿嬷煮菜。阿嬷拍开冰箱，准备要煮饭。有足侪五花杂色的青菜甲果子啊，色水甲青共款水。红色的有柑仔蜜、嫩芋，柑仔色的有金瓜、红菜头，黄色的有番麦、金蕉，逐项拢足好食的。青色的有青菜花、高丽菜、鸡仔年甲大肠仔，足侪，互人算袂完的青菜。看到橘仔色的橘，阿公虽然毋敢食，毋过阿嬷讲橘真正足营养的，所以阿公嘛是会甲食了了。规家伙仔斗阵食阿嬷煮的菜色料理，是上介幸福的代志。